話俾大家知個秘密，以後豬肉買返嚟唔好淨係攞嚟煲湯或者紅燒啦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個唔使加一滴水嘅秘製叉燒，做法非常之簡單，關鍵係冇亂七八糟嘅添加嘢，整出嚟嘅叉燒比出邊燒臘鋪嘅仲要好味，大小朋友個個都爭住嚟食啊！記得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收藏起嚟，返到屋企慢慢再嚟睇。整叉燒記得要揀呢種梅頭肉，佢肉質鮮嫩，食起身唔柴又唔膩。先將佢切成厚厚嘅薄片，然後放喺啤酒入邊浸泡10分鐘。啤酒入邊嘅梅滲入到豬肉裏邊，可以帶走血水、雜質同埋腥味，仲可以軟化肉質。呢個係叉燒爽口嫩滑嘅關鍵。浸好嘅肉放入薑蔥，跟住重點嚟啦！想要叉燒鮮嫩多汁，千祈唔好自己亂調叉燒醬汁。我哋只需要放包呢個粵菜大酒樓都喺度用緊嘅蜜汁叉燒醬，呢個係星級酒樓大廚根據黃金比例搭配好嘅，甜中帶鹹，搭配上蜜香同埋蒜香，味道啱啱好。有咗佢，其他嘅味同鹽係通通唔使再放。將佢撈勻之後，醃製半個鐘，跟住起鑊熱油，將醃好嘅肉一嚿一嚿放落去，開細火煎到佢兩面金黃，再將醃料一齊倒埋入去，加多1碗清水，冚蓋細火燜佢半個鐘，最後開大火收汁就可以出鑊啦。你睇咁樣一道色澤紅潤、鮮嫩多汁嘅叉燒就搞掂啦。稍微攤涼之後，將佢切成薄片，再配上油菜同埋溏心煎蛋，細路仔白飯都可以食多2碗啊！呢個秘製叉燒醬，平時仲可以攞佢嚟整個蜜汁排骨、蜜汁雞翼，都係一樣嘅簡單又好味。學識咗，你都返屋企試下啦。有需要嘅街坊老友，馬上點開下邊嘅呢個鏈接，趁住廠家仲有活動，嗱臨帶返屋企整起身啦！關注我，每日分享廣東家常菜。